有骨为立委提案要修正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，对相关的诈骗加害人加重一半的刑责。今仔日咧，伫咧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初审通过，那行政院的加重处罚、加速处理、加重保障的版本，也是有真侪这条立委来甲支持。这重点也包含讲加重处罚、大条金额的诈欺犯罪，也增加禁车法的条款。警察来到超商挖棍 ATM， 当日领一个马来西亚查甫人，随着紧张假，原来伊就是诈骗的车手。全部拿出来，这都不是你的。看到警察，这个用观光名义来台湾的马来西亚车手，惊到骹手脚软，甲拄仔领到的12万现金落到规涂骹。标立警方按伊身躯顶超出4张提款卡，嘛查到伊短3天内总共替诈骗集团领150万。因为诈骗集团使事利用非本国人、甲18岁以下、80岁以上的民众，犯罪情形大量增加。几内立委提案修法，若准有相关的行为，就要加重伊刑度1/2。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第17已经初审通过。以未显示号码的方式来诈骗被害人，然后他会假冒是户政、地政，各个公务机关来诱骗被害人。台东警方查到诈骗机房，发现嫌犯利用网络电话交换机，把诈骗电话转做无显示号码，再假作检警机关甲人骗。为了强化当上行政版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草案，就以处罚加重、处理加速、保障加强3大方向做目标，得到朝野立委的支持。重点包括针对大额诈欺犯罪刑责提悬，诈骗金额1亿以上，刑期7年起跳；诈骗1000万的，关5年到12年；诈骗100万，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。同时阵增加禁止车罚条款，就是诈骗犯被告伫支付财产损失还是调解金进前，若是有车罚浪费行为，会做犯于判刑轻重的标准。内政部长讲，牵涉跨国诈骗的太出集团，伫台湾带高级别装驶高级车，对被害人无公平。现在诈骗犯罪的一个增高，还有它的手法越来越复杂化，我们应该要加强规范诈骗，然后去加重它的刑责。学者表示讲，诈骗集团的手路直直咧换新，相关法律的规定嘛应该要随时检讨修正，而且就要整合跨部会资源，来加强被害人的保护甲保障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